之前咧隻手咧遞到呢度咧已經痛啦，而家做完之後咧隻手可以直接掂到耳仔，膊頭位嗰度咧好冤痛啊！舉高隻手又痛，咬後隻手咧都唔得。我懷疑我夜晚玩遊戲機咧咁樣晾住隻手咧，可能個姿勢唔係好正確。一除衫咧，隻手一咬咧又痛。越整越痛，開頭諗住捽下去睇下試下得唔得啦，但係都作用唔大。見到機能再生有真實個案啦，可能可以幫到手喎，咁啊上嚟試下咯。5次到開始有改善㗎啦，而家隻手又可以提翻高，同埋可以貼到耳仔啊，同埋咬後都 OK， 即係自然好多，康復咗㗎啦，好輕鬆咁啊着咗件衫上去。如果10分滿分嘅話咧，我會俾 N 機能再生10分滿分。N 機能再生幫到我。N 機能再生幫到我。